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提升劳工就业的这个政策吼。那么咱这要一开始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好生活台南假桃楼的扩大就业博览会扩大征才活动。这个是我们行之有年的活动，但是因为碰到疫情，所以今年的举办就比较慢。那我们也知道说五六月间刚好碰到毕业潮，但是我们现在赶快在秋天的时候办第2场大型的活动，也希望说大家赶快能够来。今天的这个提供了就业机会厂商93家，5400多个工作的机会。那尤其大家瞩目的，像三井 Outlet 即将开幕，像 Garmin 穿戴装置大厂也即将在10月份投产那很快就已经这个很多人热烈向往的因为他们的福利都不错像 Garmin 需要1000个就业机会，才公开征才超过10天而已，就已经来700个人了所以大家要找工作要快，而且很多优质的企业今天都有提供就业机会，不管是台积电，不管探索马里都是。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台南优质的企业很多，台南这个劳工的就业条件跟环境也都很好。那台南劳工权益的维护劳工局也都会非常努力来帮大家忙。因此呢，我希望说台南好生活，台南假桃楼真的一定要来。那今天现场的防疫工作也做得很好，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进来，包括做一些防疫，包括填写履历表我们都有协助这个履历表体检，协助这个面试的这个教学所以说这些相对的一定会提高就业媒合率，也希望各位要找人才的，要找工作的，大家一起来台南假桃楼。那么咱知影这1-2冬呢，因为COVID-19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咱冲击到咱的这个经济嘛影响到咱的这个产业啦连带就是咱这失业的这个情形呢会愈严重。但是咱的乡亲朋友，你敢知影？咱台南市政府面临着这种的这个打击的这个当下呢，咱其实无。因为安尼互咱的这失业这个市场呢，来提升。等到伫6都咱台湾6都的这个当中呢，伊是失业率上介低已经有连续3冬伫108年、109年加110年的这个中间呢，拢是蝉联咱6都内底。失业人口最低的一个数字那么在这当中咱就爱特别来甲咱的这个劳工局甲肯定因为因的拍拼咱较有这个努力的这成果那么这嘛来实现着咱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伊伫个竞选的这中间内底所提出来要让咱的民众过得更好活得更好。那么呢，咱来实现着咱市长伊的这个理念啦那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邀请到咱这大工程咱台南市政府咱劳工局局长王新基王局长，局长你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局长王新基，今日大家来做伙来分享黄伟哲市长就任之后创造就业机会。那当然，我们劳工局扮演媒合的角度的部分，我们亮丽的成绩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是，那么首先咱来个局长拍拍手，鼓励一下啦因为要有这个成绩也是足无简单的嘛，感谢咱局长带领着咱劳工局遮尔侪这个员工啦大家这个团队安尼共同拍拼，咱才有今仔日遮好的这个成绩啦。那么是不是先请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说明一下，咱即摆现主时啦咱台南市整个咱的这个就业这个环境是安怎？其实我们台南市目前辖区里面的劳动人口大概有97万9千人的部分，那我们的就业人口大概有94万1千，
那当然这样差距下来，大概有38000人是失业的部分。那当然市长就任之后，就有希望家园为施政愿景。希望家园的希望，大家在咱辖区里面，如符合就业人口的人，都会有头好食，所以家庭里面才能和乐融融的部分。这部分所以是政府团队大家招商来投资的部分。所以目前市长就任之后，共招商了940家的投资，共投资了1132亿。那当然创造了1907亿的这样的产值。那这几年增加了33000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南科是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重镇，所以南科的厂商也是创造了我们台南市里面就业机会的大基地。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沙仑的科学城的部分，也带进了很多厂商，尤其现在大家看到的三井百货也开幕了。那我们大会展中心也即将启动的，所以台南是一个双引擎，南科跟沙仑可以说带动我们台南辖区里面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最重要，就业机会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的部分。当然，我们的积极在为这样的所有辖区里面的厂家缺工的部分找人才，为我们人才找到好工作，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也市长一直强调的，做得更好、过得更好的部分。是市长吼，一句话做得更好，过得更好。咱市政府所有员工大家都爱做拍拼，做很认真啦。那么要维持这种的成绩吼，是无简单的，连续3年吼，拢是咱6都内底吼失业人口上介低啦吼。那么在这当中，我知影讲吼，咱局长家还有咱所有这个团队，大家拢都拍拼都认真啊，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吼，在这当中咱所做的这个努力，好不好？在这吼，当然，咱这目前市长就任了是已经满3档，迈入第4年，所以大家一直跟他强调，我们这3年的失业率都是6都最低的，这是很不容易维持这么好的一个成绩，让台南的好朋友都能够有工作做，有所收入，而这样的一个家庭经济收入好了，才能改变生活环境的部分。那这几年努力下来，事实上这个部分是4、5团队里面共同努力的，包括招商、来投资、创造就业机会，都是我们一起努力下来的。当然，我这边也代表市长所有的劳工伙伴感恩所有来投资的好企业来台南投资，那才能够有这么优质的这样的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优质的劳动环境，还有优质的劳动条件，来给劳工伙伴投入这样一个职场，这样的一个攀岩职场达人，共同为咱台南这个社区做伙来拍拼。是。那么吼，是不是嘛？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吼，咱有啥物种的政策，还是讲啥物种的计划，要来解决着咱吼，咱一寡民众劳工因就业的问题。咱当然，咱为着咱要创造咱的服务就业机会，当然你讲创造了就业机会之后，咱会着共朋友要找劳动，迄边去对找。咱企业要找人才要对找，所以我们就设立了就业服务台来提供专人的就业服务。所以咱辖区里面，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服务台。另外这部分，咱也办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每一年固定会办理4场的大型的就业博览会，还有2场中型的就业博览会，还有大约每一年都有400多场的单一厂商的小型就业博览会。我大家要找头拢真方便，甚至我办理就业博览会的，大家讲，我用来。我会当几啊间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各有企业我来我来选，唔免讲迄单一，我就为了要找个头路，等到一间遐走一间，等下苦撞，找无好头路。另外这部分，因为我们都希望有机会，嘛有这个兴趣，想要来进入市政府来服务的部分，所以我们临时的编制人员嘛，伫阮劳工局来做整合的部分，我们办理统一招考，希望大家有要市政府甲要服务咱所有的市民，大家做伙拍拼，这个好朋友，我拢会当透过统一招考，你也不必特别找关系，只要你能力够、职能够，那透过这样统一招考的机制，你一定会能够进到市政府来，做一个为市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这部分，他都要跟大家所讲的，因为有时候有些客制化的，我们有很多客制化的对特定对象做就业服务，中高龄。还有这样的身障伙伴的部分，我拢会客制化来给倒找头路，嘛，甲企业来给倒找这人才部分。咱
有一个规定，那个私人机构里面禁用人士多少人都是要禁用身障伙伴，所以我们成立身障者的人力银行，我们改特别为了身障的办就业博览会，单一对一的媒合的部分，这是一个客制化对特定对象的就业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部分。咱讲有因材施教，教育讲因材施教了，但是咱伫这个就业市场，咱嘛是看你适合什么种的工作吼，什么种的特质，较袂讲吼你伫这个找工作的这个当中吼，唔知影家己的特质找唔到头路，或者是讲吼，咱伫这个当中嘛较容易吼，家己去找到家己适合的这个工作啦吼。那么吼，我要搁请教咱局长，就是讲，因为一般啦吼，每一种工作拢有。因为伊的性别啦，或者是伊的年龄哈，会有不同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嘛哈。那么属于到一寡青壮年的话哈，那么咱市政府家安怎来提供一寡帮助？你讲这部分吼，我有甲大家做分享。咱大家有当时读册，较在职场上，有当时你用头路去，真正是不是我的兴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有在就业媒合的部分，我们有提供一个职业适性诊断，就是咱的 CPACE， 伊来我会给你填一个测验，马上就跟你分析你的人格特质，你也要找头路，你要向对一部分去，安尼较袂讲入去做会袂合，去换头路。所以我们常年来做就业博览会，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人讲一当换24个头家，我这实际上不是无骨力做，伊做骨力做，但是我。下袂下，下袂下，所以我们有做 CPACE 的服务，这个都免费的。你让经过他这样的一个互动下来，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师，这个老师会跟你诊断说，你一定要去行向对一条路，找什么性质的头路，安尼去一只就调的，安尼大家嘛会当真好。另外一部分，阮办公室就有办理职业探索、职业体验活动的部分，阮去学校、大专院校。我嘛先去给讲解讲你的这个过程，还有我们有办理我们暑期的这样的青年进入3天2夜的职业探索的部分，来时也赶快给做 CPACE 的诊断这个履历表怎么写出来，老师怎么指导你，还有到业者的讲师来讲，你入去公司要得按怎做来面试要怎么，你面试一定要展现。你非嫌我不可这样的企图心，我大半面试师看到你，这人才赞，无用无菜，我绝对要爱你。所以我们就这样把他培训，这样的培训过来，让年轻人，对，3当2美都免钱这个都报得很热络的部分。你干嘛讲伊要比较进前，就能够充满信心？我出来绝对第一间我就要丢。所以我们这样的过程也受到很多我们的青年伙伴的肯定。这是真正是足好的一个服务。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办理我们暑期我们的公部门的专案的部分。这部分就是讲咱的每一个暑假拢有80到100名这暑期工读生能够进到我们公部门。阮这个不是尽力来代替劳务的计划，阮就是一个计划。阮的公部门提出他的计划，经过我们筛选，我们不是来补劳务的不足，是要来。希望年轻人的创意，这2个月来到市政府能够留下他的轨迹，留下他的成果，甚至把这个东西能变成我们市政政策的参考的依据。所以，我们每一年的公部门的暑期专案，尽用年轻人进到公部门来，还有我们是用一样的用公开招考，用公开面试，就是每一年都办得很热络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我们到8月下旬，那个7月、8月是暑假。到8月下旬，大概将近20到25号中间，我们会办理成果发表会。我们成果发表会是用比赛的，有激励的奖金。我们每一次市长的参与，他都会吓一跳，这些年轻人这么棒。甚至我们这成果发表会里面，最后开放家长来参与，因为家长来报名，为是同学无爱互人家长来看。伊讲我妈妈唔来看，我袂晓讲。有的妈妈是不来看，排斥家长学生不给家长来看了，家长偷偷来，结果来看了说我囝他这搞，甚至有些家长来刚好他来欣赏我们这样的成果发表过程，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那一年是得到第1名。伊讲阮查囝真正赞，阮查囝毕业了绝对找有头路。所以我们这样的办下来，真的我们这样服务下来，
真的对青年就业服务也产生的这样的附加价值的部分，我也跟着你分享，大家共同分享一则。有一年我刚好到我们新庄，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开会，那回来当然就坐计程车来到板桥要坐高速铁路倒来台南，我要刷卡要进闸门的时候，有一个在那边服务的伙伴跟我说：“局长，你怎么认识我？”你说我就是某一年到你劳工局去暑期攻读的伙伴。我说你学到怎么学对？我就因为有到劳工局去参加暑期攻读生的部分，所以我才有这种职能的提升，给他当建高铁来服务。他很肯定，员工你等爱搞黄伟哲市长感谢有这个机会，我要给他当有人建高铁来做服务的部分。那么这有当时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特质啊，但是有当时呢，因为伊咧求职的这个当中不是对自己不会行销啦，或者是讲在一寡特质上他不会去表现家己的时阵我说那个门槛没有办法跨过去，也是很可惜的这不是看他罗岗白本身的可惜这对着那个资方伊嘛是一种可惜就是人才就这样子不在他身边无伫伊这个工厂内底，或者是讲伊的公司内底这对两方面拢有损失啦那么经过咱劳工局的这个媒合然后佮教这个求职的人怎么去展现自己该做一个好的媒合，那么互因伫这个当中也袂去浪费时间而且佫会当好好来表现咱家己那么伫遐拄咱讲的这是青壮年较年轻的部分啦那么对着年龄层较悬的一寡中高年龄层，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对不着时代咧那么这部分我知影讲咱劳工局嘛足拍拼，是不是嘛？跟咱分享一下。实际上，咱既然讲这个少子化劳动人口一直欠缺，但是我们的寿命也越来越长，所以我们的活动能力也拉长的。所以较早讲60岁都无退休60岁就退休，真的不是。现在就鼓励退休者再进入职场，所以我们有特别设立的咨询服务的窗口，来为这些中高龄，希望他在2度进入职场的人来帮他做咨询服务。当然，我每一档拢会最起码办几啊场这样的就业促进讲座，鼓励咱这中高龄的人能够回来。我们跟他讲解说，现在的时空背景变得怎么样？你中高龄要进入职场的部分，那你要如何做调试？还有你适合去做哪里的部分？来，我给我办理相关的职业训练，因为有当中高龄你也退休了，有可能你跟我们职场上有离开一点点时间，可能你会职场上的变化你不知道为了办理职业训练，办理很多的职业训练来提升他的职能，符合现在的时空背景需要的职能的部分。尤其有一点，大家都一直说这样的年龄层服务的年龄层拉高拉长的，所以我们今年也会设置我们的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因为这些人才，因为现在短缺人力的部分，这些人才要鼓励他再回来。鼓励再回来，当然这些银发族人才要投入这个职场，以某些特色跟特性，所以我已经地点选好会伫先华火车站出来这样的一个转运站的旁边而已，所以交通非常方便。这个据点设置之后，咱就特别服务这银发族如果进入职场也咨询服务。另外，我们可能有些职能要提升的，我们会提升他的职能，希望让这个银发族这一群的。这样的劳动可以提供劳动力的好伙伴，赶快能够在进入职场因为进入职场之后，我们一样很多的配套，包括职务再设计因为咱银发族可能为比较动到体力的，我们要改变很多工作平台修改，咱工作平台要改较管的，爱的看面来咕这个我们都必须有一套的完整的这样的设计服务的部分。然后给鱼吃不如教他钓鱼的方法啦。你总每天逐工拢咧帮伊找头路啦，互伊家己有迄个能力去应变迄个职场的需求的时阵这才是咱劳工局我想是上介重要的一个目的啦那么像他咱讲比如讲年长者啦有当时迄个年代大家拢走去工厂咧做工课啦但是即马时代咧改变啦咱咧用迄个3C 的这个产品用电脑，或许他们
那个年代没有学过，即嘛吼，咱等爱翻头等去学这物件，所以吼，我想咱伫这部分咱嘛有去甲因吼，斗相共协助，互因吼，会当来咱这个当中吼，会当顺利来操作这个电脑啦吼。那么伫这劳工的这个职能教育啊，是讲吼，咱进入职场的这个竞争力吼，我咧想吼，咱局长应该阁有做侪要甲咱分享的，是不是嘛？甲咱来聊一聊。他说在讲，我们要在进入职场，为让是讲职场上有些职能，我们要在充电的部分，包括他说我们主持人所讲的，如果咱进入职场，每样电脑可能真的是无法用做工课，所以我们每一年办了很多班的这样职业训练，所以我比如讲109年，我拢总的培育了1943人，包括各类别的职业都培训，包括他要讲的我们的3C，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电脑操作，还有怎样的CPS的相关的电脑的操作的部分，所以这个班培训下来，大都蛮好的。尤其我们这样培训下来，我们要辅导他就业的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个班都有对应到辅导就业的信用合一的部分。所以我知道你有这样的兴趣，在进入职场。你也感觉在职场上，我对一部分较欠缺，你会当去阮的所有的班去选你感觉要补充的那个班，进来补充职能，提升你的职能能够到职场上再进入职场，扮演职场达人，咱台湾些人力才能够活化，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的部分。所以我都有跟大家分享讲，我们每一个班、每一个培训班都有对应到我们就业的部分，所以信用合一的部分，我让你平均起来每一档内底，大概这样的训练完的进入职场的就业率，大概能够达到80%以上。所以信用合一的成绩也是蛮亮眼的，甲大家做分量嘛，甲大家做鼓励。是。那么，如果听咱局长安尼，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安怎来帮这青少年，或者是讲咱一寡年岁较济，这中壮年，还是讲中老年人来找到工课啦包括讲佮敢做职能的这个训练那么伫这当中，咱市政府劳工局当然伫这工课的过程当中做足济，但是即马佮有一个问题，就是讲门槛，就是讲有的人唔知影要哪找恁那这找袂到的话我后壁这拢免讲那么是不是局长跟咱来分享一下咱的这想要就业的人要安怎甲劳工局来遮找到头路？所以就甲大家讲咱要找头路，唔知要伫对找到咱适合咱的工课。企业要找人才，人才伫对有真欠工，欠甲足厉害。我咧找无工，阮的企业定局长你也甲倒找人啦。我生产欠20个，欠30个，所以我们就业管道是蛮多元的。第一个，他都有甲大家分享过，我们有就业服务台的设置，包括每一个区公所，我们每一个据点都有设置就业服务台。所以，阮个甲我们营建分署一直合作，所以使讲，伫目前来计，咱台南市30个区都有就业服务台，所以真方便的，能够咨询到相关就业的机会跟管道，还有你相关的疑难杂症，伊拢会甲你做说明，甲你做服务。会感觉我入来，我正65岁啊，我要找什么头路，伊拢会甲你引导过。你65岁已经无定，你看个你的体力、你的状况，还有你现在本身具备多少职能，你适合去什么所在服务？你也感觉讲你要做这个工课，你要再提升职能，伊嘛会佮你介绍，你要去参加什么训练班，提升你的职能的部分。另外一部分，伫咱这样的一个 7 里面的 Apple 里面的咨询系统，那都免费的，你直接可以查到相关的职缺的部分。当然，我们劳工局也成立就服中心，也成立一个网站，尤其我们的工作好找 APP，我们这个目前的发挥很大的功能。尤其这2年来疫情，我们很多就业服务、就业媒合都透过我们工作好找 APP 里面来现场做面试，直接你把履历表投进来，我们企业把你需要的人才的条件丢出来，就可以在这样里面帮你做媒合你又可以做线上的面试媒合的部分另外的相对实体的。因为伫线上要做就业媒合，感觉我袂适应，我得要面对面甲伊谈包括我想要爱的工作是什么性质向上了解伊相关的劳动条件。所以头我甲大家分享，我们每一年有4个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包括应景的，我们3月26号会在我们善化会在我们的善化我们的
文康娱乐中心目前有70个厂商提供7000以上的工作机会，尤其薪水里面，因为早上我们刚开记者会，薪水达到4万以上的大约60%以上，所以各位3月26，大家要小少来鲜花找头路。当然，咱的企业嘛希望迄天会找到好人才。除了4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我们都会办了两场中型的，尤其我们今年我们的第一场中型的，我们4月23号会在虎头比办，可能恁会真好奇，在办就业办一个风景区去，这是我们黄伟市长的创意。今年虎年，来虎头比找虎头路，就是你讲虎年来虎头比找到虎头路，虎就是很猛的、很好的。这样福气带来你的好福气的部分，这是黄伟市长特别甲交代过，局长，你今年要去虎头比，今年虎年虎头比办一场就业博览会，创造我们台南就业博览会是多元的。接下来我们为了客制化，为每一个小型的工厂或是大型的工厂，大力办理征才活动，包括我们整个新旧中心的同仁，我们跟我们伟玲主任也特别去拜托南茂。我们南科的南茂，因为我们会去找他，第一个为他单一来办理单一的厂商就包，因为今年伊个搞一个构想讲，我他都要给大家做分用，那弄有一个公部门的实级公读的机会，今年南茂一样会提供私部门的这样的实级公读就业机会，所以关长期拜访也来探讨讲，你希望什么职缺，希望什么条件，你提供的劳动条件，因为你私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实级工作机会，你的种条件爱比阮公部门的较好，到诱因啊，所以昨天也跟他谈得蛮融洽的，以中很华裔，这样提供私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实级工作机会，这嘛是市长就任后第一次尝试去鼓励、去拜托私人的企业提供这样的一个实级工作就业机会。所以咱拢有做些新的创意啦，要让咱的一寡劳工朋友会当顺利找到头路啦。那么我要请教咱局长就是讲，咱这想要就业要去找头路，或者是讲即摆已经咧现主是咧做工课，这劳工朋友因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嘛？请局长跟咱来当然勉励一下。事实上，我也感觉讲，我们台南的劳工伙伴真的非常的棒，因为我们会这样的一个失业率是6都里面最低的。这就是咱平时阮甲大家互动，你对阮劳工局有信心，阮甲你辅导的方向，你拢会教阮。劳工局讲的是对的，我以前想的是不对的，所以工作态度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台南的劳工们是非常的棒，能够这样的一个调整你的想法，还有跟企业这样合作的部分。来另外一部分，市长定然嘛去甲企业甲伊鼓励，甲伊拜托。你要提供好的劳动条件，咱的劳工朋友他带会调能够稳定就业的部分。所以市长特别跟企业分享说，你那用好的劳动条件抢到好人才，这个另外一边用好的劳工福利，把人才留置，人的切工，人的抢不来你抢来，你无好的福利甲留落来。真的你好可惜，所以市长用这样鼓励企业，一定要用好的条件抢到好人才，用好的劳动福利把好人才留下来。所以我们这几年下来也非常的亮丽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我嘛个成立劳工领袖大学的在职培训，大家当个小招做回来，先攻大学做回读册，培养我们的职能的部分。是，今仔感谢咱劳工局王新基局长来跟咱乡亲朋友来分享做难得的我们连续3年前108年、109年、跟110年3档拢是全国6都的失业率上介低那么人家各个局长拍拍手鼓励一下啦好，谢谢谢谢。劳工局的这团队大家安尼真认真真拍拼我们再来给他勉励一下恁若看到咱局长爱给赞按个赞啦那么今天感谢咱局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台南向前行，我是婉婉我们下次见喽。